各位街坊，平時去街市見到啲海鮮生生猛猛，啲魚眼發發聲，啲蝦殼晶瑩剔透，你係咪覺得自己執到寶，諗住買返屋企家家補下身？小心啊！呢啲可能係回光返照嘅假象。今日我要同大家揭開街市入面最陰毒、最攞命嘅5種毒水產真相。唔係嚇你，入面有種嘢，好多老人家日日當係寶，以為食咗強身健體，其實係將成肚寄生蟲吞入肚，最後搞到全家要洗腎都唔知發生咩事。如果你唔想屋企人食咗藥物浸出嚟嘅僵屍魚，或者係滿布重金屬嘅毒海鮮，呢條片你一定要由頭睇到落尾，保住你全家個腎同條命。我哋成日話不時不食，香港人最中意就係鮮味。但係今時今日嘅街市，呢個鮮字背後隱藏咗幾多科技同狠活？我哋先嚟講第一種，亦都係最常見嘅甲醛魚。大家平時去買魚，係咪最驚買到死魚？所以見到啲魚眼清澈、魚身結實，甚至連魚鰓都紅卜卜嘅時候，就好自然會俾錢。但你有冇諗過，點解有啲冰鮮魚可以擺喺碎冰上面，一日一夜個樣仲係咁新鮮？呢個就係傳說中嘅回光返照。有啲唔法商販為咗延長海鮮嘅保鮮期，會喺水入面或者冰入面加入甲醛，即係我哋俗稱嘅福爾馬林。大家知唔知福爾馬林係攞嚟做咩？係攞嚟浸屍體睇。呢種化學物質可以令魚肉嘅蛋白質凝固，令到條魚就算死咗好耐，摸落去仲係好硬淨，唔會巢皮。更恐怖嘅係甲醛仲可以令魚鰓保持嗰種鮮紅色。你以為係新鮮，其實係防腐。甲醛係一類致癌物，對人體嘅傷害係長遠而巨大嘅。如果你長期食用呢啲甲醛浸過嘅海鮮，最直接受損嘅就係你嘅消化系統，會引起胃炎、食道炎，更長遠嚟講，佢會傷肝傷腎。如果你發現買返嚟嘅魚煮熟咗之後，肉質好似柴皮咁硬，或者有一種淡淡嘅藥水味，甚至係洗魚嘅時候浸水耐咗都唔會變軟，咁你就要小心啦。呢啲魚極大可能係中咗化學毒。接住落嚟講第二種，呢種嘢喺酒席或者大排檔好常見，就係染色黃花魚。大家去街市見到啲黃花魚個肚金慘慘咁，係咪覺得好靚好補？正宗嘅野生黃花魚個肚係有一層好自然嘅淡黃色，但係而家市面上好多黃花魚係用人工色素染出嚟。點解要染？因為咁樣先可以賣得貴啲。冒充高品質嘅貨色，呢啲化學色素好多都係工業級嘅。大家諗下，你食緊條魚嘅同時，其實係食緊工業染料。呢啲化學嘢入咗身體，個肝要用幾多力先排得走？特別係小朋友同老人家，佢哋嘅代謝系統弱，呢啲毒素積聚落去，唔單止會引發皮膚過敏，仲會對造血功能造成影響。如果你買黃花魚返去，用濕紙巾一抹就掉色，或者浸水之後啲水變黃，呢啲魚就真係金玉其外，敗絮其中，千祈唔好俾屋企人食。第三種係大家最中意食嘅蝦，有一種蝦叫做玻璃蝦。大家去街市見到啲蝦殼好薄，肉好透明，摸落去仲好彈手，係咪覺得好新鮮？其實有啲商販會喺蝦入面加入硼砂或者磷酸鹽，硼砂可以令蝦肉變得好脆口，而磷酸鹽就可以令蝦吸收更多水分，重量增加，賣嘅時候可以賺多啲。但係硼砂係禁藥嚟起，喺香港係唔准加落食物入面係。硼砂入咗人體之後，會同胃酸反應產生硼酸，呢啲嘢好難排出身體，會喺體內積聚。中毒嘅反應包括嘔吐、腹瀉，長期食用更會損害腎臟功能。好多人話食完蝦之後覺得胃部唔舒服，以為係自己對海鮮敏感，其實你可能係對啲添加劑敏感。好啦，講到第四種，呢個真係今日嘅重頭戲，亦都係最令人心痛嘅一種，大家一定要聽清楚。特別係如果你屋企有老人家，有好多老人家覺得生食最補，或者中意整一啲山葉水產，有一種嘢，老人家日日當補品食，覺得食咗可以補血，可以強身。呢樣嘢就係淡水生魚片，或者係未煮熟嘅絲分。好多老人家覺得順德魚生或者潮州生醃好滋補，甚至有啲地方流傳食生魚乾、生魚膽可以清熱明目。呢啲簡直係攞命嘅謬誤。淡水魚入面
含有極大量嘅寄生蟲，最出名嘅就係肝吸蟲，即係中華肝吸蟲。呢種寄生蟲好細隻，佢一旦入咗你身體，就會喺你嘅肝膽管入面寄生，一寄生就可能係10年、20年。佢哋會喺你體內不斷產卵，引起膽管炎、膽囊炎，最後發展成肝硬化，甚至係肝癌。好多老人家平時覺得胃口唔好，肚脹脹，以為係消化不良，點知去醫院一查，成個肝都係蟲。更恐怖嘅係呢種寄生蟲唔單止傷肝，佢產生嘅代謝廢物會經血液去到腎臟，長期慢性感染會誘發腎小球、腎炎。我有個個案係一對老夫婦，每日朝早都去街市買啲新鮮嘅淡水蝦或者細魚，簡單浸下酒或者生醃就食，覺得咁樣原汁原味。結果兩個人到咗60幾歲嘅時候，同時出現咗蛋白尿同腎衰竭，去到最後要全家一齊去洗腎。醫生一查之下，發現佢哋體內嘅肝吸蟲指標高到嚇死人。所以街坊們千祈唔好迷信咩生食補身，淡水魚一定要煮到熟透先好食。記住，酒、醋、辣油係殺唔死寄生蟲層，唯有高溫先係唯一嘅黑星。最後第5種係一啲回光返照嘅貝類。大家見到啲蜆喺紙喺水入面噴水，噴得好犀利，係咪覺得好生猛？小心有啲商販會喺水入面加咗洗潔精或者一啲化學興奮劑，強行刺激呢啲貝類開口噴水，等佢哋睇落去好似好有活力。呢啲貝類通常係喺受污染嘅水域捕撈翻嚟嘅。大家知唔知貝類係過濾器？佢哋每日不停過濾海水嚟去食。如果嗰區嘅海水有重金屬，例如鎘、汞、鉛，呢啲毒素就會全部積聚喺貝類嘅內臟入面。如果你買咗呢啲重金屬超標嘅海鮮，食落肚之後，呢啲重金屬係完全排唔走。佢哋最中意攻擊邊度？就係你嘅腎臟。腎臟係負責過濾血液嘅。當血液入面充滿咗鎘同鉛嘅時候，腎小管就會被破壞。呢種傷害係不可逆轉嘅。如果你食咗呢啲毒海鮮，等於係親手摧毀緊自己個過濾系統。等到你發現腰酸背痛、水腫、尿液變色嘅時候，可能已經係腎功能受損嘅中後期啦。講咗咁多，大家係咪覺得好驚？以後唔敢去街市買海鮮？其實又唔使咁極端，只要我哋學識點樣去分辨，就可以避開呢啲陷阱。第一，買魚嘅時候唔好只係睇魚眼紅唔紅，要聞下有冇藥水味。如果條魚完全冇魚腥味，反而有一股淡淡嘅化學味，咁就肯定有問題。摸下魚身，如果摸落去硬邦邦，好似木頭咁，但條魚明明已經死咗，咁就極大機會係浸咗甲醛。第二，買蝦嘅時候唔好追求嗰種晶瑩剔透嘅感覺。正常嘅蝦死咗之後，殼同肉會稍為分離，顏色會變深少少。如果嗰啲蝦放咗好耐，仲係成粒水晶咁，而且煮熟咗之後，肉質脆得好唔自然，好似食緊膠咁，咁呢啲蝦就加咗唔少化學嘢。第三，最重要嘅一點，老人家嘅飲食觀念一定要改，唔好再食咩生葉，唔好再飲咩生蛇膽酒。而家嘅水域污染同以前幾十年前完全唔同。以前啲水清，寄生蟲可能少啲，而家啲水入面除咗寄生蟲，仲有抗生素、重金屬。你以為係補身，其實係攞命。我哋香港人講求養生，但養生嘅前提係安全。如果你為咗追求嗰少少口感，或者迷信一啲未經證實嘅補身偏方，而賠上咗全家人嘅健康，咁樣真係好唔抵。洗腎嘅過程係非常之痛苦嘅，一星期要去醫院3次，每次幾個鐘，成個人會變得好虛弱。為咗一餐海鮮，搞到要後半生同部機器過，你話值唔值？大家聽完今日嘅分享，翻去一定要同屋企嘅老人家講下，佢哋可能係想為你好，想煮啲好嘢俾你食，但佢哋未必知道現代街市入面有咁多科技。我哋做後輩嘅要多啲關心佢哋嘅飲食習慣。下次去街市，記住眼看、鼻聞、手摸呢3招，唔好貪平，唔好追求極致嘅賣相。有時候嗰啲睇落去平平無奇，甚至個樣有啲衰嘅海鮮，反而係最安全、最自然嘅。希望今日呢啲資訊可以幫到大家保護屋企人，由餐桌開始。如果你覺得呢啲資訊有用，記得分享俾身邊嘅朋友同街坊，特別係嗰啲屋企有老人家嘅家庭。我哋下次再傾一啲大家關心嘅健康話題。記住，健康係無價嘅，食得安心先可以長命百歲。
大家一定要留意我剛才提到嘅嗰種寄生蟲中華肝吸蟲，佢嘅幼蟲係可以喺淡水魚嘅肌肉入面生存好耐，就算你用好高濃度嘅酒去浸，或者用好辣嘅辣油，都係殺唔死佢。好多人以為食魚生嘅時候飲杯高度數嘅白酒就可以殺菌，呢個完全係自我安慰。酒精最多只能夠殺死一部分表面嘅細菌，對於寄生喺肌肉深層嘅蟲卵同幼蟲係完全冇作用嘅。仲有啊，有啲商販會話自己啲魚係深山泉水養殖，所以冇寄生蟲。街坊們聽下就算啦，唔好當真。只要係淡水環境，就有肝吸蟲嘅中間宿主淡水螺。只要有螺就有蟲，除非係經過嚴格檢疫同特定技術養殖嘅刺身級魚類，否則市面上一般嘅淡水魚99%都係唔可以生食嘅。所以我再三強調，老人家最中意嗰種鮮甜嘅生魚片，其實係一場豪賭。賭贏咗，你得到幾秒鐘嘅口感；賭輸咗，你可能要面對幾十年嘅慢性疾病。特別係如果你發現屋企人最近面色發黃、眼白變黃，而且成日覺得好攰，就要快啲帶佢哋去醫院檢查下肝功能，同做下超聲波，睇下係咪中咗招。講返啲化學添加劑，其實除咗甲醛同硼砂，仲有一種叫做二氧化硫。有啲商販會用二氧化硫嚟漂白一啲海味或者乾貨，令到啲乾瑤柱、蝦米睇落去色澤鮮豔。如果你買翻嚟嘅乾貨一打開袋就有一股好刺鼻嘅酸味，咁就係二氧化硫超標。呢啲嘢食落肚會引發哮喘、過敏，長期落去對肺部同腎臟都係好大負擔。我哋香港人好中意飲老火湯，好多時會落啲海味去提鮮。如果呢啲海味係毒素滿滿嘅，你煲個煲湯就變咗毒藥精華。所以買海味乾貨嘅時候，記得揀啲顏色自然，唔好太過潔白或者太過鮮紅嘅貨色。生活喺呢個時代，我哋真係要變身做化學專家先可以自保。但其實道理好簡單，回歸自然，唔好追求嗰種超越常理嘅漂亮。魚就應該有魚腥味，蝦就應該有蝦嘅韌度。如果你身邊有老人家仲係堅持要食生葉，或者中意買嗰種平到唔合理嘅海鮮，你一定要耐心咁解釋俾佢哋聽。佢哋以前嗰套眼見為實，喺而家呢個充滿化學劑嘅世界已經唔適用啦。以前嘅魚眼紅係新鮮，而家嘅魚眼紅可能係甲醛。以前嘅蝦爽口係肉質好，而家嘅蝦爽口可能係硼砂。今日講咗咁多，都係想大家食得精明，食得健康。我哋香港人最叻就係變通，學多兩招防身，咁去邊度買咁都唔驚啦。記得下次去街市帶多雙火眼金睛，唔好再被呢啲回光返照嘅海鮮呃到。最後我想同大家講，保護自己同家人嘅健康，唔係一朝一夕嘅事，而係生活入面嘅每一個細節。由揀一條魚、一隻蝦開始，我哋都要用心。如果你對今日講嘅內容有咩疑問，或者你有過類似嘅中招經歷，歡迎大家留言分享，等更多嘅街坊可以提高警覺。大家一定要記住，腎臟係我哋身體嘅清道夫，一旦佢罷工，成個人嘅系統就會崩潰。為咗你同家人嘅幸福，千祈唔好俾呢啲毒海鮮上你哋嘅飯台。